后来继续来看，最近有民众讲，在坐这个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的时阵，发现车厢内底条啊无去了。伊讲是安尼无依无靠，实在是真无助。这是因为台北捷运即卖正咧试办，甲中和新路线两台列车来改装，甲第20到第50的车厢车门前的徛条甲拆掉，是为着要互车厢内有搁较大的空间。啊，车厢的地面嘛来增加着落车的等待区。安尼改有较好无？引起着热烈的讨论。真侪人讲有条啊较安全啦，讲即个车厢内底无迄个徛条，这对囡仔甲坐伙人来讲较无方便。捷运车厢内，民众准备要落车，所得爱两只手举悬悬，抓顶悬的手环。这毋是咧做运动，是因为列车当咧驶期间，都爱换好势，较袂跌倒。详细甲看，因为车厢的出入口头前无中央迄支彩条。实际来搭乘试办的车厢，可以看到中间的确少了立柱，多了更多的空间，还有下车等候区。但是呢，民众少了手扶的地方，因此可以看到呢，还保留车门两边的扶手以及手拉环，让民众扶着。手不行了，那小孩怎么办？啊，老年人呢？有的驼背什么，有阿嬷什么，你总是要拉着啊。台北捷运真正开始试办改装中和新路线两台列车，将第2到第50的车厢车门头前中迄个条啊全部拆掉，要优化车内空间。也不过实际观察，民众敢若是真袂惯势，也有身悬无介悬的小朋友爱一边抓两个手环，安尼才会当勉强徛好在。有时候人多的时候，你被挤在正中间的话，如果没有立柱可以扶，说真的很危险。我下班时候人蛮多的，但是有时候会握一下，因为如果没有东西的话，这样比较危险。拆除的话，不见得可以解决问题，而是不要挤在门口，这才是问题所在。也不过台北捷运强调，将中迄支彩条拆掉，会当减少上下班车内烧 A 烧 K 状况。这嘛是参考国外做法，参像是新加坡的地铁，都将出入口的彩条拆掉；南韩甲纽约的地铁更加是完全无设彩条。外界比较关心的，像是年长者或者是年幼的旅客，可以多利用座位、车门两侧的立柱或者是扶手，将部分的彩条拆除，确实会当互通勤的人伫尖峰的时段有搁较侪空间。也不过对时段甲囡仔可能是不够优先。看卖这个画面，两只手举悬悬、抓顶悬的手环，车厢内无彩条，部分的民众嘛有淡薄无奈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